为了让弱势族群感受到社会关怀，草帮善义堂伫每当农历12月25，拢会办理岁末布施活动。举办以来，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相挺，纷纷加入行善的行列。今年协办的单位有国际狮子会300 D 湾区第14分区的向阳会、成功会、博仁会、仁爱会，以及台南女子美容商业同业工会等单位拢来斗骹手。市长黄伟哲、市员单一丁、李正国、洪玉凤、沈正东、林彦柱、曾信凯、卢坤福以及社会局区公所等代表，也拢来到现场致意。我们特别谢谢谢谢善义堂王理事长，还有各位理监事、各位好朋友，还有我们成功狮子会的好朋友，谢谢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善义堂，还有成功狮子会所举办的这个冬令岁末的一个义检，还有一些物资的发放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，社会上是处处充满温暖的。那有许多团体自发性的能够帮助社会上比较困顿、生活比较弱势的朋友。那我想就是因为有这样子这么多的团体，让人家见证台南市是真正是有爱的城市。善义堂爱心协会，连续第12年举办岁末布施活动。那这是因为我身为理事长也兼狮子会的分区主席，所以邀请了我们狮子会成功、博仁以及向阳狮子会联合举办这个岁末布施活动。那也很感谢市长陈怡贞议员、李正国议员。卢坤福的服务处人员，一同前来，协助办理。草帮善义堂执董事李世德表示，会举办岁末布施活动，原因爱为在日当前受到达摩祖师托梦来讲起。这个活动是从民国98年，因为我不幸，我在犯了一个司法，然后呢，我在看守所288天的时候。我们的达摩祖师来梦境给我，叫我回去要运用曹帮的人脉来替社会上服务。所以当年我被换出来的时候，第一年是以我个人的那个资金来协助中西区1款、2款、3款的低收入户。今年的布施活动，除了感谢所有协办单位的帮忙。其中特别爱感谢草帮善义堂爱心协会理事长黄荣章，以及释迦牟尼佛救世基金会妙天禅师的大力赞助。贡献者就是我们善义堂现任的善义堂爱心协会的理事长妙天禅师。昨天下午也特派总教授师钟明师兄来这边慰问我们，他发放我们建筑我们奉献新台币20万。这次发送的对象是台南市17区总共800多位1款低收入户。草帮善义堂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，让弱势朋友感受到社会关怀，也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的效果，让更多人做伙来关心弱势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